發展再生水係特區政府促進水資源循環利用、保障澳門供水安全嘅重要政策。應用再生水係轉廢為寶嘅重大節水環保舉措，亦都係建設澳門成為節水型城市嘅關鍵一步。隨住日後進一步擴大再生水嘅供應範圍同埋拓展用途，我哋期望去到2030年，再生水用水量會達到全澳用水量嘅5%。2035年，再生水用水量達到全澳用水量嘅10%，從而減少對原水嘅消耗。呢兩個區域率先使用再生水嘅經驗，可以為日後再生水擴展至其他區域嘅時候提供好有參考價值嘅真實依據，亦都能夠令日後將會應用再生水嘅其他居民有信心，有助日後順利推行再生水，並且令我哋嘅工作做得更好。